你今朝出門嗰陣，有冇試過臨開門嗰一刻，望一望鏡子，諗都未諗就揾件慣常着嘅衫，然後出咗門先發現今日做嘢特別唔順，講嘢碰壁，見人冇眼神接觸，自己都唔知問題出喺邊。原來你今朝着嗰件衫，一早已經決定咗你今日嘅氣場。你以為淨係外表，但天地之間從來都唔止睇你嗰一刻，揾咗邊一重頻道。好多人着衫淨係睇靚唔靚，配唔配身形，從來冇諗過顏色背後原來有一套規律。顏色從來唔係裝飾，而係你每日同天地打招呼嗰重頻道。你今日揀錯頻道，人哋一句都未講，你已經先輸咗一截。好多人以為顏色淨係心理作用，着紅色心情好啲，着藍色冷靜啲，純粹係個人感覺，同運勢扯唔上關係。但依我所見，呢個講法啱一半錯一半，心理感受確實存在，但呢種感受嘅源頭其實遠比表面睇到嘅深。風水古籍青浪經有云：天尊地卑，看定義。呢句話白話講就係天有天嘅位，你有地嘅位，乾坤一早就定咗規矩，唔係隨便亂嚟嘅。原來呢套定位嘅邏輯唔單止用喺睇陽宅陰宅嘅方位，仲可以推落去你着喺身上嗰重顏色。顏色對應五行，五行對應方位時令，而你身上着嗰重色，其實就係你今日幫自己穩定嘅一個位。你今日揾啱位，氣場順；揾錯位，自己同自己唱反調都唔知點解。讀書人講句，我以前研究義理嗰陣，體會到一個道理：古人睇風水從來唔係睇一座山嘅高，一條水機彎咁簡單，佢哋睇嘅係你點樣流動。氣場呢樣嘢你睇唔到，但你試過冇？有啲日子，你着深色衫出門，成日覺得自己沉咗一截，做嘢都唔順手；又有啲日子，你隨手揾件淺色衫着，反而深日覺得自己醒目啲，人哋望你都亮眼。呢個唔係你心理作用咁簡單，而係顏色入面藏住嘅五行屬性，實實在在咁同你嗰日嘅氣數有一重對應關係。呢種對應其實唔係玄學獨有嘅講法。你試過冬天着深色顯得人冇精神，夏天着白色又覺得人清爽啲咩？呢就係話顏色對人嘅狀態從來都有一重實在嘅影響。古人將呢種影響放入五行嗰套體系入面，講得更細更準。顏色嘅五行屬性對應當日嘅氣數，氣數對應氣場順逆，氣場順逆決定你當日行事嘅順暢度。依我所見，呢個框架就係今日呢一集嘅核心。聽明未？唔係話你着錯色就一定兇，而係話你今日着色順唔順，會直接影響你嗰日做事嘅順手度。細微但實在。講到呢度，其實我自己都諗咗好耐先能問，點解古人會咁仔細去分顏色同日子嘅關係？後來我先明白，古人冇手機睇天氣預報，但佢哋每日都要出門做事，見人走買賣，佢哋靠觀察天地嘅氣數變化，慢慢摸出一套規律，等自己每日出門都可以揾啱位去做事。呢套規律傳到今日，變成我哋而家講嘅生肖配色。不妨試諗下，你揾工面試嗰日着乜色，你同人談生意嗰日着乜色，可能你從來都冇諗過呢一層，只係隨手揾件乾淨嘅衫就出門。但世情如此，你越唔留意嘅細節，往往越係決定你嗰日順利嘅關鍵。三，你日日都着氣場，你日日都揾，但你揾啱咗幾次？講到6月23號呢一日，12個生肖嘅氣數同呢日嘅5號有噏有衝。但你以為淨係睇生肖歲數啱就夠？原來仲有一個好多人生日漏咗嘅細節。你今日揾嗰件衫究竟係貼近你本命嘅色，定係貼近呢一日氣數嘅色？呢兩件事原來唔一定係同一件事。而家飛哥逐個生肖話例子，鼠牛虎兔今日究竟揾乜色先會自己嚟交嚟做？你今日如果屬鼠屬牛屬虎或者屬兔，出門前有冇望一望依據？諗下今日呢一日究竟應該揾邊件衫？好多人成日話我中意着就着，但你有冇試過有呢日自己慣個重色，反而成日唔順，自己都唔知點解。
6月23日呢日嘅五行氣數同鼠牛虎兔4個生肖嘅本命五行有合有衝。你着對色係幫自己調頻，着錯色係自己嚟交嚟做。好多人以為生肖配色淨係睇你出生嗰年嘅生肖屬性就夠，一年用到尾都係同一套色。但依我所見，呢個理解漏咗一層生肖本命色係呢隻底色，但每一日嘅氣數會從呢隻底色產生唔同嘅互動，有時合，有時衝，唔可以一本通書睇到路。先講屬鼠，鼠喺五行屬水，本身嘅本命色，多數人都會諗起黑色或者深藍色。下次講過火氣正旺，所以火本身就有幾分張力。讀書人講句，呢一日鼠最啱着嘅係藏青色或者深藍色，深沉但唔死實，等水氣穩得住，唔會被火氣燒散。但切忌着大紅，大紅屬火，正面衝撞鼠嘅水性。你遇上旺雨，搞到自己心浮氣躁，做嘢心定唔落嚟。跟住講屬牛，牛喺五行屬土，口最忌虛浮，最易口實。6月23日呢日，飛哥建議屬牛嘅你着杏色或者淺啡黃色，呢種色調貼近土嘅本相，着落身人都會覺得自己沉穩啲，做決定唔會心急。但記純白屬金，金克土太過，你今日着到一身白，反而會覺得自己冇咩注意，人哋講一句你就擺動一下。講到屬虎，虎喺五行屬木，木性向上，本身就帶一重銳氣。6月23日呢一日，飛哥會建議屬虎嘅你着墨綠色，綠色本身就係木嘅本色，但加咗個墨字，即係深得一字，等你個股銳氣收得住，唔係一開口就咄咄逼人，反而更易講得入人耳。忌全黑，全黑屬水，水生木本身唔算重，但今日水氣會令木性變得過分陰沉。你今日成日黑口黑面，着一身黑，人哋自然唔同你傾心事。最後講屬兔，土喺五行屬木，但性情比虎油講究嘅唔係銳氣，而係親和。6月23日呢日，飛哥建議屬土嘅你着米白色或者淺灰色，呢種色又旺張揚，等你今日嘅親和力可以發揮到盡。忌大紅大紫那兩重色太過濃烈，同土嘅柔性氣場唔夾，你着上身反而顯得唔自然，人哋一望就覺得呢個人今日有啲怪怪地。講到呢度，我諗起一個舊時旺角步行嘅故事。啲10年前，旺角有間步行老闆姓黎，做咗成30年生意。嗰個年代，香港人着衫好講究，意頭黎老闆就摸出一套睇生肖買布嘅本事。客人入嚟，佢會先問清楚生肖，先至推介布料顏色。屬鼠屬猴嘅客人，佢會推介深色系列；屬牛屬龍屬羊屬狗嘅客人，佢會推介啡黃系；屬虎屬馬嘅客人，佢會避開過分鮮豔嘅色，專介啡綠系列。李老闆從來唔識講唔黃呢種字眼，但佢靠幾10年觀察客人着完之後嗰重神態，慢慢摸出一套自己嘅心得。着對色嘅客人過一陣子再嚟，10次有8次都會話呢匹布做嘅衫着完之後做生意特別順手。步行老闆娘後來同街坊講，李老闆呢種眼光其實就係古人冇嘅，識第五行嘅道理，佢只係用自己嗰套語言講出嚟。你有冇發現呢個故事入面最關鍵嘅，從來唔係李老闆識唔識講唔好呢兩個字，而係佢幾10年嚟後觀察同積累，摸出嗰套同古籍講嘅原理不謀而合嘅心得。依佢入面嗰幾件衫，你以為淨係衣服，其實每一件都係一個氣場嘅入口。就好似你今日返工，如果着對衫，你會覺得自己行得自然，講嘢都順啲。但如果着錯色，你會發現自己講嘢成日要諗耐啲，甚至覺得自己講嘅嘢人哋好似冇咁上心。呢個差異你未必每次都講得出原因，但你應該感受過。講真，鼠牛虎兔呢4個生肖講完，你以為就夠，但你以為淨係生肖歲數啱就夠，原來仲有一樣嘢，好多人晒日唔記得檢查。你今日揾嗰件衫係咪淨係啱你嘅生肖，但唔啱嗰一日嘅氣數。而家飛哥講到龍蛇馬羊呢4個生肖，呢一層陷阱可能比你想象中咁深。
如果你屬龍、屬蛇、屬馬或者屬羊，你聽到呢度，可能心入面已經諗住我嘅本命色，我自己真係知，但你有冇試過着足你應該着嘅色出門一日，反而事事唔順，見合失單，講嘢碰壁，自己都唔知問題出喺邊。好多人以為本命色咁係啱着，但依我所見，合日同合迷原來可以係兩件相反嘅事，你着錯反而引衰你入順。先講屬龍，龍喺五行屬土，熱帶水氣，坊間不少講法，會建議屬龍嘅人長年着深藍深黑，貼近水局。但6月23日呢一日，飛哥要講一句可能同你以往聽過嘅完全相反。呢日宜着金黃色或者鵝黃色忌深藍深黑。點解？下次剛過嗰段日子，氣數偏向土和木弱，深藍深黑屬水，水土今日上局，你着落身，但易搞到自己氣場散亂，做嘢心散，講嘢冧埋一邊。金黃鵝黃屬土，呢日着落身反而幫你穩住個氣場，做事跟落地。跟住講屬蛇，是喺五行屬火，坊間場面講法會話蛇衣着黑色，以水制火嘅造成。但6月23號呢一日，飛哥嘅講法又同坊間唔一樣。呢日宜着朱紅色中帶少許橙調，忌純黑。講到呢度，其實我自己都諗咗好耐先諗明點解會同坊間講法相反。後來諗通咗，坊間講法係講死嘅長年本命底色，但今日呢一日嘅氣數，火氣本身已經偏旺，你再着純黑去壓得太狠，反而令你今日嘅決斷力變得猶豫。朱紅帶橙係伸住佢個性嘅銳氣走，順勢而行，唔係硬壓。講到屬馬，馬喺五行屬火，本身性自急。坊間慣常講法話馬宜着鮮紅，以旺其勢。但飛哥要提你，6月23日呢一日，宜着橙紅色或者淺咖啡色，忌純晦。鮮紅喺呢一日會令馬嘅急性變成衝，你今日講嘢可能會比平時更衝口，得失人哋自己都唔知。橙黃淺嘅啡色調收斂少少，等你個補充定化做行動力，而唔係好快得失人。最後講屬羊，羊喺五行屬土，坊間慣常話羊宜着大地色係或者純黑，以穩定其性。但6月23日呢日，飛哥凡嘢建議淡綠色或者薄荷綠忌純黑全身。我諗咗好耐，先明白點解純黑喺呢日會令人嘅柔性變得過分內收。你今日可能會覺得自己有嘢想講都講唔出口，錯失着表達自己嘅機會。淡綠、薄荷綠反而幫你打開少少，等你個份柔韌可以自然流露出嚟，而唔係收埋喺心入面。講到呢度，我諗起一個旺角寫字樓嘅故事。旺角彌敦道一帶有間做貿易生意嘅寫字樓，入面有個 OLLL， 我哋叫佢陳太屬龍。陳太平時做嘢好踏實，但有一日佢同呢個大客戶開緊重要會議，前一晚特別揾咗件深藍色襯衫，諗住我屬龍本命色，梗係要着深色夠莊重。結果嗰日會議入面，陳太自己都覺得奇怪，平時講得順嘅嘢，今日講到一半細日斷咁，諗嘢好似慢咗一拍。最後嗰單生意硬幫咗。陳太事後同同事講，自己都唔明點解明明準備晒資料，但當日燒嘅狀態就係唔係自己。你有冇發現陳太呢種狀態唔係佢冇準備，而係佢着錯咗當日嘅氣場色，深藍深黑係佢長年嘅本命底色，但偏偏唔啱當日嘅氣數。你以為揾啱自己嘅色就夠，但原來一同命係兩套唔同嘅頻道，要分開運。講到呢度，你可能會問，咁我以後每日都要查清楚先着衫，即係點講好呢？唔需要咁緊張。飛哥講你一層，唔係要你日日提心吊膽，而係想你明白，原來顏色呢樣嘢遠比你想象中有咁細嘅層次。睇清楚問題唔係終點，知道點化解先係。而家如果你都想為自己求一個傳記，可以喺留言度靜靜寫低4個字，順風順水，唔使解釋，自己知就得。如果你啱啱中咗呢種陷阱，即係明明就最應該着嘅色，但嗰日仍然事事唔順，
飛哥跟住會講到後雞狗豬呢4個生肖嘅情況，可能仲嚴重過你，因為佢哋涉及嘅唔單止係顏色，仲有你着色嗰個位置。你屬猴、屬雞、屬狗或者屬豬，有冇試過着到一件你覺得應該啱嘅色，但同屋企人或者同事一樣着相似嘅色，人哋越着越精神，你越着越覺得自己冇晒力，顏色一樣，點解效果完全唔同？顏色對唔對，唔單止睇生肖，仲要睇你着喺身體邊一個部位，呢個先係古籍入面真正講嘅細節。好多人淨係睇生肖就當晒數，好多人以為着對色就等於着對衫嘅，一件衫一重色，全身上下統一就最有效。但依我所見，呢個理解漏咗一個層次，顏色喺唔同部位所發揮嘅氣場作用原來唔一樣。上身近心近後主理嗰日嘅表達同人際，下身近人近行主理嗰日嘅行動同根意。同一重色卻喺上身同着喺下身，效果可以完全唔同。先講屬猴，猴喺五行屬金，本身性子靈活，反應快。6月23日呢日，飛哥建議屬猴嘅你上身着淺藍色或者天藍色，呢正紅正紫，呢兩重色太過張揚，會令猴嘅靈活變成輕浮，你今日講嘢可能會顯得唔夠穩重。淺藍着上身，等你個股靈氣可個表弟發揮出嚟，但唔會過火。跟住講屬雞，雞喺五行屬金，靜止精細，愛面子。飛哥建議屬雞嘅你呢日上身着奶白色或者珍珠灰，忌墨綠全身。墨綠一旦着滿全身，會令計嘅精細變成過分挑剔，你今日可能事事都唔順眼，搞到自己心情先唔好。奶白珍珠灰着上身，反而幫你嘅氣場顯得清爽，人哋望住你都覺得舒服。講到屬狗，狗喺五行屬土，忠誠踏實，講究嘅係根基。飛哥建議屬狗嘅你下身着咖啡色或者桃色嘅大紅。大紅呢種色如果着喺下身，會令狗嘅踏實性變得急躁，你今日可能會企唔穩陣腳，做決定都心急。咖啡色、桃色着喺下身，等你個股穩定，從根基穩穩咁向上發。最後講屬豬，豬喺五行屬水，性情溫厚，講究嘅係包容力。飛哥建議屬豬嘅你呢日上身着薄粉色或者淡紫色，地全身深啡色。深啡色着滿全身，會令豬嘅溫厚變成沉重。你今日可能會覺得自己被啲嘢壓住，做嘢冇咩動力。有分擔子着上身，但而等你嗰份溫厚顯得氣人，人哋同你相處都覺得舒服自在。風水古籍地理圓缺有云，龍穴沙水向呢5個字，原本講嘅係睇地形要點配合，有龍脈，有鐵穴之地，有沙就護衛，有水局環抱，有正確朝向缺一唔可。原來呢套5者配合嘅邏輯，放落你着衫嗰一刻，一樣啱用。你嘅生肖係龍，呢一日嘅氣數係向，而你着失嗰個身體部位就係穴，3者要配埋一齊先至成局。淨睇睇生肖，驗睇你着喺邊一個部位，就好似有龍脈而冇鐵穴，白白浪費咗一個奧局。深水埗有間做小生意嘅老闆姓黃，我哋叫佢阿偉，屬狗，經營一間五檔鋪，開喺一條舊樓樓下。阿偉以前成日着一身深4色上落鋪頭，覺得自己穩陣，但生意一直唔上唔落，佢自己都唔明點解。後來佢無意中將新聞台後面掛嘅工作類換咗一件咖啡色，但唯獨企埋新聞會嗰陣，先至呢件類平時落課搬嘢，佢人面着自己慣用嘅深色衫。幾個月之後，阿偉自己都講佢講唔出實在嘅原因，但留意到自己埋單嗰陣，喊價錢順手咗，街坊熟客都話佢精神咗。你有冇發現阿偉呢個改變？關鍵唔係佢換咗件類，而係佢將穩陣嗰重色放喺最需要穩陣嘅位置收銀，即係財氣進出嗰個點。同一重色放錯位係浪費，放啱位先係真正嘅催旺。講到呢度，12生肖都講完，但飛哥想問你最後一個問題。呢個問題可能比你今日着乜色更重要。你着衫嗰陣
有冇諗過自己今日要做嘅事？究竟最需要嗰重氣場落喺身體邊一個位？12個生肖你應該今日着乜色？飛哥都同你逐個講清楚咗，但你有冇試過着足晒啱嘅色出門一日，仍然覺得自己有啲唔妥，講唔出原因，但就係唔信。顏色只係入門，真正決定你今日信唔信係你着完之後嗰重心定嘅狀態，色為外心為內，缺一不可。呢個先係飛哥今日想留俾你嘅寶區。好多人以為着對色就等於錦上添花，萬事大吉，着完出門可以坦然處之，運勢自然跟住嚟。但依我所見，呢個理解差咗最後一步。顏色幫你揾啱氣場嘅頻道，但頻道揾啱咗，你仍然要自己將心調反同呢個頻道一致先至順事。風水古籍清朗經有云：天尊地卑，乾坤定義。翻去前面講過呢句話，飛哥而家想補翻佢嘅另一半意思。天地各有定位，但人係天地之間唯一可以自己選擇嗰一環。顏色幫你定位天地，但你嗰份定嘅心先至喺呢套機制真正運作起呢個關鍵。原來天尊地卑呢句話從頭到尾講嘅唔單止係方位規矩，仲講埋人喺呢套規矩入面應該點樣自處。你有冇試過着對色出門，但心入面仍然掛住一啲未解決嘅嘢，3日心煩意亂？呢種狀態會令你顆從啱色嘅氣場大打折扣。就好似你部手機，就算插對咗電源線，但插頭本身重重地一樣冇電充入去。呢個比喻可能唔夠貼切，但個道理係咁嘅道理。色對位只係第一步，心定咗先至接得通。講真，飛哥今日想同你講嘅，從來唔係着對色就萬事如意呢種講法。風水只係其中一個因素，最後點走仲係由你自己決定。但你可以試下，下次着對你今日嘅色之後，出門前用1分鐘定靜坐低，諗清楚今日想做嘅事，等心同色一齊定落嚟先出門。呢個動作睇落簡單，但比起淨係揀色，反而更接近古人講起呢個字嘅本意。我有一個問題，其實唔係問緊大家，係問緊曾經有過呢種處境嘅你。你有冇試過明明做足晒準備，着對衫揾啱色，帶埋時辰，但事情仍然唔順，事後先發現問題從來唔係外面，而係自己嗰一刻心都未定落嚟。如果啱啱講中你自己心入面有數就得，請講出嚟。留言道歉。風水從來唔係睇你信唔信，而係睇你嗰一啖氣留唔留得住。講到呢度，你應該明白咗顏色從來唔單止係外在嘅一層，佢係你每日提醒自己同天地對翻頻嗰一個動作。但真正令你順嘅，從來都唔單止係嗰件衫嘅色，而係你着完之後有冇用心去對待跟住要做嘅事。夜晚收工行翻屋企嗰段路，你有冇試過望一望自己今日着嗰件衫，心入面突然哀一聲，諗起原來今日送一順順利利，可能真係有少少同呢件衫有關。色定氣，氣定心，心定事。你今晚行翻屋企，望一望掛喺衣櫃入面嗰幾件衫，試諗下明日你想揾邊一重氣場，可你行接落去嗰一日。色定氣，氣定心，心定事。